做物業管理最難唔係冇人巡樓，而係後樓梯、天台、機房、地庫、車道咁多位置，根本冇可能每一刻都有人睇住。非開放時間有人進入禁區，未必即時有人發現。有人喺後樓梯長時間逗留，管理處可能要等巡樓先知道。長者喺公共位置跌倒，如果附近冇人經過，處理時間亦可能被延誤。傳統人手巡查始終有時間差，亦有覆蓋盲點，但 AI 視頻分析系統可以主動判讀指定區域發生緊咩事。有人越界進入禁區，系統可以即時發出提示。有人長時間逗留，平台會自動建立事件記錄。公共位置出現跌倒情況，相關人員亦可以更快收到通知。停車場方面，系統亦可以配合車輛識別，協助管理車輛出入。更重要係視頻分析平台可以同大廈入面嘅煙霧偵測、漏水感應器等物聯網設備整合，所有事件集中喺同一個後台顯示。管理人員唔使再喺幾套互不相通嘅系統之間不停切換。呢套系統唔係取代保安同巡樓人員，而係幫有限人手更快知道邊度有事，邊度需要優先處理。由固定時間巡查變成按實際事件作出反應，由被動發現變成主動提示。呢個就係 CPoint 視頻分析系統為物業管理補足嘅盲點。想了解點樣為屋苑或者商廈配置合適方案，歡迎聯絡 CPoint 預約參觀香港展示中心。